陛下，沈家谋逆之事纯属子虚乌有，还请陛下查明真相。皇后放心，沈家之事绝不会连累皇后你。今夜是朕和皇后的新婚之夜，朕要好好的疼疼你。陛下，别过来。宝贝儿，朕的小皮鞭可是最温柔的小皮鞭。老东西，老了不行了，花样玩的还挺多。爱卿，要裴玉清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不太满意。既然陛下无力，那就臣来满足你。别碰我！沈灵子，你没有资格嫌弃我。皇上驾崩了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祭奠那个死去的老东西呢，实际上你是在祭奠你死去的爹吧？裴玉清，你残害忠良，淫乱后宫，弑君夺宠，必定不得好死！既然老东西死了，那就请太后娘娘来做臣的主君如何？兵马大将军沈忠全之女沈令慈，淑慎恭谨，端庄贵重，甚合朕心，承天意，顺民心，封沈氏为后，入主中宫，钦此。祝陛下万寿无疆。皇上，封后大典结束，让人送你回仁寿宫。晚上朕会来看你。竟在这里遇见他。当年我为了保全沈家，舍弃了你，他一定很恨我。嘿，张毅，咱家给娘娘选的新夫君可真是万里挑一啊！你父亲沈忠全通敌叛国，已被雍王正法。这份丰厚大礼，娘娘喜欢吗？既然老东西死了，太后娘娘来做臣的主君如何？主君，我看你是想让本宫做你的玩物吧？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裴玉清，当年退婚是本宫负你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当年我裴家满门惨死在你父亲刀下，今我一报还一报，欠我的，咱家会让你慢慢偿还。裴玉清，本宫知道沈家对不住你，可那都是陛下的圣谕，我爹爹当年也是没有办法，求求你放过我们沈家好不好？裴玉清。既然你爹已经死了，下一个杀你母亲好，还是你嫂嫂？
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？犯人当然要押入天牢，等秋后处决了。至于你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，就看娘娘的诚意了。你想做什么？跪下。娘娘的膝盖可不值钱。过来，爬过来。裴奇，你非要如此作践我吗？我就是要让你像条狗一样匍匐在我脚下。不想做我的狗，那你可救不出你的家人。太后是臣扶持的主君，臣会让天下人都拜伏在太后的裙下，只要太后做臣一人的玩物便好。现在可以去天牢了吗？臣愿为太后指路，娘娘，请吧。母亲，母亲，宁儿，你们怎么样了？嫂嫂呢？快去救你的嫂嫂，她在隔壁被一个牢头欺负。什么？这富贵人家的女人，滋味就是不一样啊！你这个畜生！娇娇，嫂嫂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嫂嫂，是我。娇娇，好孩子，你一定要为你父亲还有沈家报仇。嫂嫂，娇娇，你一定要为沈家报仇。嫂嫂，嫂嫂，嫂嫂，祖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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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醒醒啊！娘，姑姑，娘，祖母刚刚，娘，你快醒醒！裴奇，怪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我就喜欢这样。来人，带娘娘回宫。裴奇，本宫是行过封后大典的皇后，你看，都陪那个老东西了，堂堂臣又如何？你只是个太监。只要臣想要，娘娘您就得不分时间、不分地点的取悦臣，娘娘才能保住地牢里的侄儿。裴奇，你不是真太监。只有这样，才有资格取悦娘娘。娘娘，时辰到了，该起身了。
今日还得劳烦娘娘去陪雍王。什么意思？以娘娘之资，定能好好犒劳雍王。裴玉清，你不怕我杀了他吗？娘娘的手还嫩着呢，不过你也该庆幸你有这样的作用，不然沈家全家都得下黄泉。儿臣拜见母后，母后万安。臣扶植的新帝，太后可否满意？掌印选的，自然是最好的。掌印大人，小沈将军听闻沈忠全惨死，在关外起兵造反，不过半月已连下3城。什么？你兄长真敢造反？听说雍王对你甚是喜欢。裴玉清，休想让本宫威胁我兄长，除非我死了。来人，将太后娘娘绑在城墙示众，沈征一日不响，就示众太后一日。倒要看太后娘娘能否坚持到沈征投降。还有此等事啊！裴玉清把持朝纲，竟如此目中无人，连太后娘娘都……快小声一些！你以为这个女人是什么好东西？她为了讨好裴玉清，主动献身阉党，伙同裴玉清害死先帝，那真是会有这种事儿，真是活该！活该！杀死先帝！杀死先帝！该死！该死！哎呀你！活该！该死！掌印大人，您在这站了许久，可是担心太后娘娘？太后，贱人吧！裴玉清，你杀不了本宫兄长，现在就要对本宫动手了？臣怎么舍得杀了娘娘？臣只不过想借娘娘一样东西。你想什么？臣记得娘娘左手小拇指上一颗红痣，沈征一定记得。臣将娘娘手指送出去，小沈将军一定能记得起娘娘的羞怒之情。不要，裴玉清，裴玉清不要！愣着做什么？你的手指也不想要了？掌印，太后娘娘身体羸弱，连口药都灌不下去啊！微臣也实在是没办法。沈令子，你想死？告诉你没那么容易。别以为你母亲死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还有个侄子在我手里。沈令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死。你只能做我一辈子的玩物。儿臣拜见母后，母后万安。陛下的力道，裴玉清果真对母亲下如此狠手。母后，请您扶着儿臣夺权亲政吧。儿臣愿成为母后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，替母后杀人。听闻娘娘最近身体不适，本王还未来得及探望，今日请娘娘赏脸，与本王共饮一杯如何呀？放肆！还真拿自己当太后了，敢打本王！掌印，娘娘赠予本王自会行使一下做丈夫的权利呀！啊！娘娘，谢。掌印，太后娘娘只是小产，孽种罢了，本就不该出现。
是啊，孽种！玉清，我诅咒你此生无妻无子，不得好死！还有力气嘴硬，看来娘娘的身体并无大碍，还能替咱家去犒赏雍王。玉清，你是畜生吗？你才知道，咱家就是地狱里的恶鬼。送去给雍王，只要人不死，其他随意。是。美人儿，你终于落到本王的手里了。这一次，本王绝对不会再放过你。滚开！真不愧是沈中权的女儿啊，倒是烈性。不过你在宫中私通，怀上野种，再怀一次本王的又如何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本王保你富贵无极。休息！你给我灌的是什么药？这是让我们欲仙欲死的药啊！来吧！萧氏，你救我！你可知道朕是何人？救我！娘娘，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长爷，娘娘不知怎么了，一回来就开始浑身发热，还一直说胡话，可要去请太医。不必，此时太后不应该在雍王府吗？这奴婢也不知道娘娘何时回来的。知道了。是。裴青，裴青，裴青，快跑！爹爹，救救玉清哥哥！上一次不会再心软，上一次向你提亲，裴家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母后别怕，朕会继承父皇的江山，继承臣子，还有母后。陛下，看来母后身体的药效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那儿臣就先告退了。多谢陛下。沈老将军一朕有大恩，这不算什么。谁？娇娇，兄长，兄长，母亲和嫂嫂他们都……我已经知道了，娇娇，我这次来就是救你和明儿离开，我们一起回边关，终有一日打回国都，重振朝纲。长爷，娘娘在里头沐浴，不方便。兄长，你先躲起来，裴玉清他会过来。裴玉清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心。臣真是小看了娘娘，居然真杀了雍王。裴玉清，你杀了我吧，反正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死了。想到这是你的孩子，我就觉得痛快。沈灵子，你找死！裴玉清，早知今日，父亲就不该保下你。你这乱臣贼子，
害我一家。娇娇对你一往情深，你连她也不放过。一往情深，所以悔婚，所以找人把我送进慎刑司受宫刑。可笑！兄长，走，快走！想走？娇娇，你还护着她？玉姐，放我兄长走，这场报复，你要是觉得不够，就用我的命来填。沈灵慈，不许你死！要是死了，就杀了沈征父子，在地狱团聚。如此也好，从此我便不再欠你的了。兄长，你快走！裴景。到底如何？掌印大人，太后娘娘拔了袖剑，现在失血过多，根本止不住啊，又引发高烧，恐怕……哪老铁？掌印大人，这可是用来对付犯人的，这烙上去的疤一辈子也去不掉啊！记住，他连犯人都不害，他是这宫里最低贱的宫女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要痛就忍着。玉姐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不是希望沈家的人都死绝了吗？沈灵子，我说过的，你不能死。等我抓到沈征，会亲自送他上路。玉姐，你当真要做到如此狠绝吗？娘娘伤口又崩开了一些，掌印他怎么能这么心狠？扶起来。娘娘慢点儿，陛下他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。宣他进来吧。是。儿臣拜见母后。母后，您的身体可好些了？已无大碍，多谢陛下关怀。母后，小沈将军已经安全回到边塞。不过，司礼监女官周清柳就要回来了。他是裴玉清的救命恩人，此人心狠手辣。他知道是沈老将军亲手杀了裴玉清全家，此番回来，断然不会放过母后。你要当心啊！娘娘，不好了，沈明小公子被带去暖阁了。什么？母后，裴玉清迟早会对沈明动手，别再犹豫了，和朕联手吧。明儿，就是他杀了你母亲，还有你祖母。明儿，裴玉清，你需要在明儿面前颠倒是非，不许你欺负我干爹，你这个坏女人！明儿，你害死他母亲，现在还要他认贼作父，你真无耻！无耻！父亲仗着沈裴两家定亲，如今我也要让你与沈忠全一样，下这谋逆弑君之罪。你封面跟我父亲没有关系，我们沈家世代守护大周百余年，你要让我们沈家
背负着谋逆弑君的骂名，还不如杀了我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明儿，这双手真好看。要是缺了个手指会怎么样？裴玉清，来人，将娘娘带走。裴玉清，裴玉清，娘娘请吧。沈中权谋逆弑君，罪该万死，根本没有资格入沈家陵园。他的女儿想必也是妖后奸臣，肯定是妖后奸臣。胡说！是他干的。爹爹是祸国中进的大英雄，他不是奸臣，他不是。真看不出来，就是狡辩！妖女，打死你！这是谁让你坏人！让你狡辩！妖女，坏女！贱婢！赶紧死吧你！我当然知道他不是，可惜啊，看不到你爹的尸骨被人挖出来，挫骨扬灰的场景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爹爹一生忠君报国，最后却被挫骨扬灰，为什么？哼！沈令子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。怎么回事？沈令子，你曾害玉清哥哥家破人亡，如今到了宫里，我怎会让你好过？沈令子，你们要做什么？这女官到了，还不下跪行礼？贱人，嫁给先帝还敢勾引玉清哥哥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还能笑得出来？去，把他的脸皮给我活剥下来！我们娘娘还是大周的太后娘娘，你们谁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动手！别过来！住手！掌印大人要见太后娘娘。坐。沈令子，谁给你的资格对我使性子？裴玉清，你这么恨我，恨沈家，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杀了你，杀了你，哪有一点点折磨你来的痛快？我这些年受的苦，我要1000倍、10000倍偿还你。这次你又想怎么样？这是合欢酒，请娘娘喝光。见过母狗是怎么发情的吗？这样够吗？一国之后，被你踩在脚下向你求欢，是不是？让你觉得很满意？沈令子，收起你的小把戏。玉清，你不恨我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就算是陪佣王、陪乞丐，我也不愿意陪你。行，过不了一会儿，你就会求着让我上你。玉清，我求你，求求你杀了我！杀了你，我让你好好给我感受着如何向杀父仇人承欢的。玉清哥哥，你忘了他是你的杀父仇人吗？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复你，你竟然和他……别胡思乱想，让他日夜侍奉他的杀父仇人，不是最好的报复吗？
知道你为了报复他，可是如果你要是心里实在有气，把他交给你，任由你处置。还有，以后见到周女官，娘娘要跪着说话。娘娘是听不懂吗？贱人！你如今落到我手里，可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还有几天能活。裴玉清都不敢杀我，你敢杀我吗？想让你死，方法可太多。沈令慈，看我怎么折磨死你！我告诉你，玉清哥哥是我的。怎么太后娘娘在这里做这种事？什么太后娘娘啊，无权无势，还得罪了周女官，在这宫里比我们还不如。你忘了上回的小宫女就是被周女官罚，活活累死在这里。快走快走！大哥和明儿还身处险境，我绝不能这样死去。懂不懂宫里的规矩？这个时辰怎么能让粪车从这里经过？赶紧麻溜的给我收拾好滚蛋！哼，让你去倒公桶，你倒是给我摆起主子的架势，娇贵起来了。住手！掌印大人，他做不好事，惹周女官不开心了，奴家正在调教他。不懂规矩的东西，掌印大人说话哪有你站着的份儿？沈灵子，你现在经历的这些不及我当年的万分之一，这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。到底如何？别让人死了。掌印大人，娘娘有些体虚，劳累过度，长此以往会出人命的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我死了，不是正合你意吗？沈灵子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死，我要让你一辈子生不如死。玉清哥哥，他怎么在这里？明日新帝设宴权臣，他必须出席。玉清哥哥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？玉清哥哥，我想嫁给你。现在我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太监，如何娶妻啊？你会被世人耻笑的。我不在乎玉清哥哥，你我相伴这么多年，你就是我最爱的人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弃你的。等我捉了沈征，平定了边塞，就娶你。玉清哥哥，你真好。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沈征在塞外拥兵自重，有起兵谋反之事，不知道诸位大臣认为此事该如何处理啊？掌印大人，周女官身中剧毒，恐命不久矣。启禀陛下，朝廷应该及时派兵清剿叛军，以正朝纲。
陛下，臣以为有太后娘娘在朝，我们对沈家还是招安为宜。既然是兄长犯错，就不劳烦朝廷出兵，本宫愿亲自劝降兄长。既然太后娘娘亲自出面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。沈将军是将门之后，定能分清轻重。到底如何？掌印大人，周女官这是中了幻红花，3日内不解毒，周女官定活不过第4日。那就给她解毒啊！叫过来，唯你是问。这解毒的药材倒是不难，只是需要奉命女子的心头血作为药引。可如今太皇太后已年迈，陛下又尚未立后，能取心头血的只有太后娘娘。那就去请太后娘娘。是。周女官是怎么中毒的？是仁寿宫那边送来的点心，说是给周女官赔罪。沈令慈，周青柳出事了，看来是想把这事扣在本宫头上。仁寿宫送来的东西，你想如何辩解？裴玉清，你觉得本宫会这么蠢吗？要是让我知道你动他一根手指，你就等着给沈明收尸吧！你就应该杀了江哲，把本宫的血一寸一寸剖出，再一刀一刀的剐掉。今日我便只要你1碗心头血。裴玉清，会不会有一天，你也会后悔？后悔？我只会后悔对你还不够狠。你怕了？光这些还远远不够。你就应该再狠一点，再痛一点，这样我才能刻骨铭心的记住。你才能把你经历过的痛都还给我，再狠一些，把这个心挖出来，血淋淋的才有意思。来人！掌印，快叫太医，别让这贱人死在我房间里。大人，太后娘娘有喜了，喜脉，千真万确。周女官呢？现已无大碍。你肚子里这个孽种，我是现在除掉他，还是等他以后生下来，当着你的面杀了他？玉清，虎毒尚不食子，你的心好狠。我怎么知道这是雍王的还是其他人的？就算是我的，我也不允许我的仇人替我生子。尽早处理干净。可是掌印，这孩子如若没了，娘娘以后就再难有身孕，那不正好永绝后患？张太医，我求你，你帮我保下这个孩子好不好？娘娘，使不得，沈家对老臣有大恩，老臣定将竭力。孩子，你放心，娘亲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我当是谁坐在这里？原来是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！堂堂太后竟在宫中与人私通。上次给我下毒之事就是你做的，你当我不知道？那你最好小心点，上次是幻红花，下次可就是鹤顶红。沈灵慈，你竟敢对我下毒！娘娘，陛下来请安了。
为了我的玉清哥哥，你必须死。那日在大殿上已经试探过朝臣了，还是有部分朝臣不满裴玉清专权，我们可以趁机拉拢，培植势力。不知道本宫和明儿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？还需要一个时机。母后，请母后务必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时机到来之前，活着才是最要紧的。陛下，陛下最近往仁寿宫倒是跑得勤快啊。原来是掌印来了。朕近日听闻母后身体不适，朕正好路过，便进来请安。既然掌印来了，那母后，儿臣就先告退了。沈令子，当着我的面勾引陛下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我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掌印，可愿成全本宫了？若臣死了，臣便成全娘娘。既然没到成全的时候，那臣便疼疼娘娘。如果有一天本宫杀了周清人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心痛的感觉？我劝娘娘不要自寻死路。反正我的命也没他金贵，换了也迟。娘娘还是收起你的小心思，毕竟你只是功臣举乐的一条狗，仅此而已。外面有什么事？怎么如此吵闹？只怕是沈明小公子在外面欺负那些小太监。明儿，明儿素日乖巧听话，怎么会在宫中如此霸道？小公子认了掌印做干爹，加上掌印骄纵，许是学得顽劣了些。明儿，过来！我就不过来，是你害死我娘亲，害死祖母，现在还想害我爹爹！你是个坏女人，我才不会听你的！明儿，小公子，你说的哪里的话？娘娘是你的亲姑姑，怎么会害你娘亲呢？是我亲眼看见的，干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才不配做我姑姑。明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有些事等你长大了，姑姑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明儿，玉琪，你逼死我母亲嫂嫂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挑唆我和明儿之间的关系，在这深宫里，我只有她一个亲人。陛下，属下前去探听过，仁寿宫今日没发生什么事。既然无事，裴玉清为何会闭锁仁寿宫？陛下是不是太在意太后娘娘了？沈忠权虽死，可沈家在朝堂上的势力仍不可小觑。只有将这些人归拢起来，我和他才能在这宫里站稳脚跟。何况沈征在塞外还有80万大军，虎视眈眈。臣还以为陛下还是那个无权无势、任人欺凌的七皇子，如今却在背地里筹谋了这么多事，真是让臣刮目相看。臣对陛下的性命不感兴趣。但是陛下的那些爪牙，臣会替陛下清理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就别怪臣心狠手辣了。沈令姿的贴身玉佩，帮你，究竟帮到了哪一步？说。那天雍王给你下的合欢散是谁给你解的毒？是不是萧慎？你们睡过？裴玉清，你发什么疯？
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敢染指别的男人？怎么，装不下去了？以前你可是求着朕让臣给你，难道萧慎的滋味好过臣？裴玉清，我像是清清白白。清白，所以暗中密谋给周青柳下毒，然后引开我，勾结朝臣。你放过萧慎，一朝不慎的代价由我来付。娘娘，还真是臣的乖贱狗啊！是娘娘来，还是让臣来？娘娘，再用力些，臣还觉得没爽头。盼儿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去找太医。娘娘，您体恤至此，强留下这个孩子，稍有不慎会要命的。太医，我求求您帮我保下这孩子，等到月份大一些，裴玉清就没办法让我再打掉。至于剩下来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微臣定当竭力，臣去给娘娘开药。娘娘，明儿最近如何了？小公子不能去学堂念书，听说近日还和小太监们学会了赌钱。如此下去，明儿迟早会被裴玉清养成一个废人。那陛下呢？陛下倒是没什么大事，只是被禁足。另外，听说今年中州洪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怨声载道，都说是因为掌印宦官干政，引起天罚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就让人再拱一把火。只有我争得更多的权利，才能保护好明儿。娘娘，宫内到处都是掌印的眼线，您若真是惹恼了他，您又要受罪了。只要能保护好明儿，我什么罪都能受。掌印查出来了，是太后娘娘的人。沈家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反对您掌政夺权的声音一时间传遍京都。看吧，我就知道沈令慈不怀好意。当初我说是他下毒害我，玉清哥哥你还不信，现在他分明就是笑里藏刀，蛇蝎心肠，连自己的命都舍得出去。玉清哥哥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会被他害死。我们必须早点除掉他。闭嘴！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不必担心我。自从他进了宫，你对我和从前不同。如果有朝一日我和他只能活一个，会不会为了他舍弃我？你胡说什么？掌印今日锁了一帮言官入狱，说是要肃清朝堂，我看是冲着娘娘您来的。再这样下去，朝廷上能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裴玉清有多久没来仁寿宫了？将近快1个月了。掌印近日倒是对那周女官格外上心，听说邻国上贡来一套金缕凤冠，都送到周女官那儿去了。那可是后宫之主方能佩戴的。娘娘，周女官明日想请您去御花园赏花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娘娘不能去，她那肯定是鸿门宴。去，当然要去。去给陛下传信，说脱身的机会到了。怎么样，沈令慈？看见玉清哥哥被我攥在手里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你叫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当然不是。你竟敢联合那些御史重伤玉清哥哥，看来真是不该留你在这世上。玉清哥哥，这个女人心肠歹毒，刚刚想推我下水。
周清流，沈令子，你在自寻死路？何为自寻死路？他这点小伎俩也能骗过你吗？你以为你的伎俩就不拙劣？你以为联合一帮乌合之众就能扳倒我？沈令子，你还是太过天真，而人该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一些代价。玉清，你杀了我，给我一个痛快，我们两家的深仇怨恨从此了结。母后，母后，太医，叫太医！不许叫太医！玉清，母后真的会没命的。既然如此，臣便成全陛下与太后娘娘，在地下做亡命鸳鸯。来人，将娘娘关入仁寿宫，不得用药，不准请太医。是。陛下，你还是真不懂事，待臣物色好新君人选，到时候臣会亲自请陛下并天。裴玉清，若他真死了，你早晚会后悔的。把陛下带回宫，若是陛下再乱跑，你们就去给陛下殉葬。是，陛下走吧。玉清哥哥，他本就该死，是他父亲杀了你全家。今日我要出宫一趟，中州洪灾，百姓暴乱，我得去主持大局。你待在宫中，等我回来。好。沈令子，只要玉清哥哥一走，就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。你自诩比我聪明，不还是要死在我手里？少盘儿，你哭什么呀？娘娘，长爷不肯让人请太医为您看病，他好狠的心，全然不顾你的安危。在他心里，爹爹杀了他全家，殊不知沈家当年又有多少苦衷。盘儿自小跟着你，知道娘娘心里有多喜欢长爷。可是娘娘，现在的长爷已经不是当年的裴公子，他是恶鬼，他是来索您的命的呀！娘娘，喜欢我与他之间，注定只剩下血海深仇。至于其他，不过就是一场豪赌，输了也不过是一条命罢了。娘娘，掌印，这几日就听闻掌印大人您要来中州巡视灾情，不曾想竟还亲自登门来看望老奴。当年多亏您出手相救，我才逃过一劫，如此大恩，我自不敢忘。老奴不过是帮沈老将军办事罢了，怎劳掌印记挂？你说是谁？当年裴家蒙难，先皇要将你满门抄斩，得亏沈忠全老将军以军功相抵，保你性命。后又打点上下，这才保全了你。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沈忠全杀我全家，那封告密信也是从沈家流出的。唉，老奴说句僭越的话，当年裴家如日中天，先帝是容不下的，得亏是沈老将军前去拿人，您一家人才算有个体面的死法，您也才能捡回一条命。竟然是沈忠全救我，那沈令思当年又在背后做了什么？难道错了吗？掌印大人，若真如张公公所言，这其中是否还有难言之隐？咱们是不是还得问问太后娘娘？不过咱们离宫的时候，太后娘娘已是命悬一线。传我命令，让太医务必医治好太后，若有闪失，提头来见。沈令慈，看你如今这样子，还如何跟我斗？玉清哥哥不在，宫中上下人人听命于我，我想杀你易如反掌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们娘娘肚子里可还怀着掌印的孩子。
玉清哥哥不要的孽种而已。沈灵子，你们母子就去黄泉作伴。仁寿宫夜里走水，太后娘娘不幸病天，想必玉清哥哥也不会追究什么。杀了我，裴玉清也不会喜欢你。你陪了他这么多年，你得到过他的真心吗？5年不行就10年，我不信他永远不会爱我。你也不过如此，你只配捡我不要的男人。继续嘴硬，好好享受这最后一刻，我会让你活活烧死在这里。掌印大人，您先别急，太后娘娘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懂什么？掌印是急着见周女官，别瞎说。太后病天，请娘娘安灵回宫。你们说谁死了？太后娘娘病天。都说祸害1000年，她怎么可能死？昨日仁寿宫失火，太后娘娘病重无法逃离，等发现的时候已经葬身火海。太后病天，请娘娘安灵回宫。太后病天，请娘娘安。启禀掌印，娘娘的尸体刚从废墟里扒出来，已经辨认不出了。瘦成如此模样，你们怎知就是他？一定没死，赶紧把他给我找出来！掌印，娘娘的拇指是您亲自下令砍下的，只怕做不了假。玉清哥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里昨夜刚着了大火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宫中守宫的宫人何在？宫中为何突然走水？宫里的司宣使是干什么吃的？这奴才也不知道啊。昨夜巡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已经全部烧起来了。玉清哥哥，那个女人不是你的灭门仇人吗？她死了，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？周清流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让她死？我当然知道，难道你以为走水的事情是我做的吗？昨日执宫的所有人，统统处死，一个不留。谨遵掌印君旨。沈灵子，你以为你死了，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吗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敢死？来人，把沈明给我带过来！掌印饶命，仁寿宫失火那天，沈明小公子已经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掌印饶命，许是。非要让我把你所有爪牙都折干净，你才会懂事。张贴海部公文，封锁所有去边境的路。是。沈灵子，想不到你这么命笨，竟然还不死，下一次可就不会让你这么幸运。明儿，快把这些都吃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找爹爹。姑姑，明儿不饿，明儿是男子汉，嬷嬷说过，以后明儿要保护姑姑。明儿，不讨厌姑姑了。姑姑，明儿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宫里有嬷嬷跟明儿说过，只有装出不喜欢姑姑的样子，才能活下去。活下去，明儿才能给母亲和祖母报仇。是姑姑对不起，是姑姑没有保护好你，姑姑以后一定会保护好明儿的。你们两个回去禀报掌印大人，说太后娘娘找到了。是。太后娘娘，微臣奉掌印大人之命，
接您回宫。你去告诉裴玉琪，我不回去。娘娘，这话还是请您回去亲自和掌印大人说吧。请娘娘回宫。太后娘娘，裴玉清带人从后面追上来了。快走，左明儿。太后娘娘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你拿我做威胁，让他放你们走，我们就假装是他的仇人掳走了我们，这样他就不会怀疑我和萧山是串通好了的。娘娘得罪了，站住！裴玉清，你再上前一步，他就立马死在你面前。你们受谁人指使？沈征还是萧慎？这是自寻死路。看来你的仇人真是多得数不清啊！那些被你枉杀的忠臣良将里，自有后人向你报仇。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一条贱命吗？他来威胁，那你动手啊！裴玉琪，若我死，希望你放过明儿。沈灵子，母后，母后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。明儿过来。明儿，裴玉琪，你想做什么？臣只不过是特意来请陛下和娘娘回宫。仁寿宫失火，太后娘娘假死脱身，陛下舍身相救，真是一出精彩的戏码。火是周清柳放的，我是被你的仇家掳走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这么拙劣的谎言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不信的话，你自己去查呀。陛下怎么说？朕是跟着掌印的人找出来的，并未与母后串通。这么说，那臣杀了沈灵子，陛下也不会心痛。裴玉琪，你住手！你要杀母后，先杀朕！裴玉清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有什么事？冲我来！好一个隐忍不发的七皇子，敢染指太后！裴玉清，你杀了他，会引起朝野共愤的。你这么担心他？你说，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说出来，我饶他一条命。本宫说没有，你信吗？把太后娘娘押入人明殿。是。任何人不得看她。传我命令，明日召献王入京，就说1月后要扶持献王登基。至于陛下你，从明日起病重，不得临朝。裴玉清，你大胆！裴玉清，陛下呀。没有臣，你只是一个宫女所生的贱种。臣能将你扶植上帝位，也能将你从这帝位上拉下来。臣自然明白。你把明儿关去哪儿了？他是个听话的孩子，自然不会有人为难他。可是你呢？我的报复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若是你再敢逃，我就用亲手一寸一寸地将你的腿骨捣断，让你这辈子都踏不出这宫里。玉清，我说了，是周清流想要杀我。他想杀你是真，
你想逃也是真的。别想逃，沈灵子。从今天起，你见不到任何人，你也不会再发出任何消息。长印，您派出去办事的小林子回来了，说是查到了真相。掌印，您让我去查的事情有些眉目。当年污蔑我们裴家造反的密信，是不是出自沈中权之手？当年和此事有关的人几乎都被您杀绝了，具体的奴才还需进一步查证才是。不过当年沈中权的确用自己的军功替您求情，陛下才只赐了您宫刑，之后又买通了张公公，这才免了您的宫刑。消息当真？沈中权之前名下的一所宅子，就到了张公公头上，这个有当年衙人作证，错不了。接着去查，等水落石出再来报我。是。小林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回女官，奴才奉掌印令去查些事。裴家灭门案吧。小林子，这件事情如果查出来，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，知道吗？这怕是不好吧？只是让你第一个告诉我，又没让你隐而不报，这应该是小问题吧？那是自然，掌印最信任周女官了，这点事情您就算知道也无妨。你知道就好。娘娘想出去？裴玉琪，你把明儿放了，我就再也不会逃了。愿意一辈子困在这人民殿。只要娘娘乖乖的，不再想逃出去，臣可以对娘娘宽容一些。你还指望我对你感恩戴德不成？臣不需要，臣只需要娘娘听话，任臣放肆就好。我累了，想休息。既然身体遭不住，就少折腾。臣还想娘娘万岁千秋。见过周女官。怎么样？掌印交代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。听从前伺候过先帝的一位老公公说，当年裴家声望日隆，眼看就要与沈家结亲，陛下心中不安，于是便趁着沈裴两家结亲之日，将谋逆书信放到了沈中权眼皮子底下。然后呢？然后沈中权就把谋逆书信交给了陛下，陛下这才有了除掉裴家的理由。至于掌印，听说是沈中权用自己的军功替他求情的，陛下的条件是让沈中权亲自处置裴家一家老小。这么说来，沈中权对掌印还算有恩了。倒也不是，不过自掌印入宫以来，沈中权的确是在暗中打点了不少。您之前不也受沈中权之托，多次救了掌印吗？胡言乱语！要是你敢乱说，当心你在宫外的老父母。奴才知道了。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当年的确是沈中权伪造谋逆书信，嫁祸裴家。原因呢？跟您之前所猜的一模一样。沈中权知道先帝忌惮裴家，为了讨好先帝，做出如此阴险之事。果真如此。玉清哥哥，亏你还对沈令慈手软。依我看，现在就该杀了沈令慈，以告为裴丞相在天之灵。当年沈中权留我一命，我也会留着沈令慈的命。毕竟，活着的人比死了的人痛苦1000万倍。玉清哥哥，
你到底是舍不得他，还是真想折磨他？我累了，你回去吧。孩子，只要你能平安生出来，娘亲就算拼了命，也要保护好你。竟然背着我留下这个孽种！传太医，张太医，连你也敢违逆我？启禀长医，依娘娘当时的身体状况，如若贸然落胎，恐有母子双亡之险啊！娘娘现在健康，我令你用药。可如今孩子月份已大，只怕风险巨大。开药。是。裴玉姐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用我的命换这个孩子，求你放过他。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杀父仇人替我生子。你让我怀上你的亲生骨肉，又亲手杀死他，你就是为了折磨我，看我痛苦。当然。什么时候能处理干净？孩子月份已大，看样子这药力不够。如若一下子饮下太多良药，只怕会一尸两命。那就从明日起给他用药，直到孩子落下为止。裴玉姐，我真是后悔，当年就不该求爹爹救你。我爹爹是护国的忠臣，却被你狗血。如今身首异处，我母亲嫂嫂更是待你不薄，却被你活活逼死。我腹中两子皆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却亲手杀死他们。那娘娘可要记住，这血海深仇，娘娘要像臣一样，恨得夜不能寐，钻心蚀骨。裴这都第5日了，要是再不落地，臣可就要加大剂量了。裴玉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绝不。叫太医来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娘娘应该用这个扎入臣的脖子，可是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流这么多血？长英大人，孩子已快足月，如此这般强行落胎，娘娘能保住性命，多亏宫中有好药材。只是，娘娘以后的身体要比常人虚弱些，孩子也不会再有了。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性命，日后他的身体让你专心调理。是。长英，娘娘暂时并无大碍，只是近期不能再受刺激了，如若不然，恐年寿难永了。他能活到几时，就由我说了算。娘娘，喝药了。娘娘，您就喝一口药吧，你这样下去，身体要扛不住的。不想喝就别给他喝。沈灵慈，你们沈家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真是活该。沈中权这个伪君子，就是将他挫骨扬灰都不解恨。我不会再求你了，你还有什么手段来折磨我？
你尽管来，趁活一日，便恨你一日。我们两个谁都别想逃。咱们两个谁都别想解脱。从今往昔，没有一个好日子过。他不吃药，就让下面的人去做。对于太后娘娘这种尊贵的身份，下面的有的是想做法子。是。小公子，这些日奴婢看见张太医频繁进入人民殿，一问才知道太后娘娘大病，又不肯吃药，现在整日喂药都是强行灌下去的。这群奴才也要欺负到我姑姑头上来？小公子，您现在最要做的就是隐忍，娘娘现在也是在忍啊。嬷嬷，这是我满周岁时姑姑赠我的一对玉珏，你想想办法把这块带给她，让她好好吃药，明儿会想办法救她出来的。沈老将军这样好的人，怎么也会遭这样的报应？小公子，我一定会给你传达的。你也要记住，在宫里千万要伪装好，别让裴玉清那奸贼察觉了。嬷嬷，快走！来人，把这个小东西给我抓起来！是。你们敢动我，干爹知道了，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我奈何不了你姑姑，碾死你还不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说，如果这小畜生在皇家围场游猎时不小心被野兽吃了，掌印也怪不了谁吧？你们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仗义不好了，沈明小公子误入皇家围场，被狼咬死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只是罚他在书房抄书而已，没想到他竟如此顽劣不堪，跑去围场游猎了。还有，看守陛下的人说，陛下本来在书房看书，但是到了用膳时间，突然消失了，不知去了何处。月清哥哥，陛下本就对沈令子那般在意，他们肯定是借机私通。娘娘，有人托臣给您带东西来了。这不是我给明儿的玉珏吗？小公子暗中托人送来的，希望娘娘您养好自己的身体，还说让您不必为他操心。明儿最近如何？听说你有2日未曾见到小公子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找找太医，我劳烦你帮我找找明儿。是。谁？母后，是朕。陛下怎么在这儿？这宫中有密道，只是裴玉清不知道罢了。母后，朕听人说您病重，怕母后出事，就过来了。陛下不必担心，已无大碍。那就好。母后，朕已经和沈征取得了联系，只是母后现在被困人民殿，恐再难出逃。不过朕可以和沈征里应外合，将沈明送走。多谢陛下。玉清哥哥，我没骗你吧？陛下冒死都要来和这个女人私会。掌印莫要误会，朕与母后绝对清白。陛下既然断了腿，自然就会老实些。来人，把陛下带回殿里。玉清哥哥，你就这样放过那个奸夫？沈明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明儿好好的，怎么会死？这是沈明
的衣服，你应该认得吧？这是对你的惩罚。你答应过我的吗？不杀明儿的。杀父仇人的话你也信？裴玉清，别用你的脏手碰玉清哥哥，那个贱种死了才好。明儿的尸体在哪儿？臣说过，不会让娘娘踏出这里一步。臣会替娘娘找个好地方埋了。你不告诉我明儿的尸体在哪儿，我现在就自尽，让你再也没有办法报仇。快些走，尸骨被我扔到前面的林子里了。掌印宽宏大量，才让你脸受尸骨，还不快些走！真是晦气。哎呦，来晚了。尸体已经被狼吃掉了。明儿，是姑姑对不起你，没有保护好你。该死的，应该是姑姑才对。行了行了，跟死人嚎丧一样，赶紧挖个坑把他埋了。还请你帮我挖个坑埋尸吧。我真是命苦，还要帮这个小杂种。要不是掌印认他，娘娘，这人已经死透了。裴青，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。好啊，臣等着娘娘。盼儿知道娘娘您难过，可是娘娘你也要当心自己的身子啊。明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和我最亲近。前几日，他托人把这个玉珏送过来，还担心我的身体，我都没有保住他的命。娘娘，小公子他若是还在，他爹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的。咱们还有大公子远在边塞，他还指着娘娘您回家呢。盼儿，现在人民殿看管不严，你去给陛下传信，说我乃至沈家一族愿意协助他掌权。娘娘，奴婢这就去，你也要当心自己的身子啊。我们心自问，我们沈家欠他们裴家的已经还清了。裴玉清一日不死，我就算下了九泉，有何颜面去面对沈家的先祖？我其实不明白，陛下明知道前几日那事是周清柳的请君入瓮之计，又何苦上钩，又撑自己一条腿？周清柳越是挑拨，他们的关系就越是紧张。只有这样，母后才会心甘情愿地帮朕。陛下明知道前几日沈明被周清柳害死，又告诉太后说过几日送沈明出京，倒不如直接跟太后娘娘说沈明已死。这坏人既然由裴玉清来当，那这好人自然由朕来当。陛下，御膳房的糕点送来了。奴婢参见陛下。娘娘让奴婢带来口信，说是她愿意一心扶助陛下掌权。朕知道了，回去告诉母后，请她务必珍重身体。退下吧。是。这不，江山和美人终究要归于朕手。陛下英明。见过周女官。您吩咐的事情，奴才已经办妥了。不知女官现在是否能放过奴才的家人？那几个贱民早就被我处理了。周清柳，你明明答应过我，
只要把所有的事情嫁祸给沈中权，你就放过他们的。哼，可笑！像你这样的狗奴才，还敢握着我的把柄威胁我，把他拖出去处理了。是。周清流，你居心太多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快走！兄弟，别怪我，谁让你得罪了周女官的？昨日沈征向臣讨要沈明的尸体，臣向他要了一条右臂。今日沈征就把这个盒子送到了臣的手上，请娘娘看看，这里面究竟是不是他的右臂？右臂一处旧的伤疤，看来确实是他。沈征靠着一套回马枪驰骋沙场无敌手，如今没了右手，以后就只能做一个废人了。臣送给娘娘的生辰礼物，娘娘还满意吗？宁儿的尸骨给兄长送过去了。当然，我就是要让沈征看着他的亲生儿子只剩一堆白骨，想必痛彻心扉。你知道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你们痛不欲生的样子。果然，如世人所说，黑党阉狗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世人骂我，但世人更怕我。3日后，臣将会带着娘娘去边关，届时娘娘会亲眼见证沈征成为我的刀下亡魂。哎，你醒了？看来你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大事了。还以为我死定了，多谢姑娘相救。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掌印在何处？我要见掌印。掌印他昨日前往边关平乱去了。不行，我得赶过去，我一定要将真相告诉掌印。阉狗！我沈征对天发誓，一定要取你狗命！沈征，都到如此地步了，还大言不惭呢！来人，拿刀砍了这脑袋喂狗！慢着！娇娇，愣着做什么？动手！兄长！兄长，快走！沈灵慈，不许死！听没听见？掌印大人，当年裴家灭门的真相错了，害死裴家的不是沈家。到底如何？掌印，微臣已尽人事，能不能活，就要听天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掌印，当年裴家灭门，并非是沈家做的，这一切都是先帝为了除掉裴家的手段。你之前明明说一切都是沈中权搞的鬼。之前是周清柳拿奴才一家性命威胁，所以才……不可能，你在说谎！沈中权杀我全家就是为了保我。掌印，您从前听说沈中权栽赃裴家的所有事情，都是周清柳传出去的呀。他能威逼奴才改口，又焉知他怎么从前没有威胁过旁人？就连之前他多次救你，都是沈中权在暗中打顶。沈中权做这些竟然是为了救我，为什么？谁不知道，那时您与太后娘娘感情甚笃，裴家遭难，太后娘娘又岂会坐视不管？原来我的这一场复仇都是一场笑话，笑话！掌印，掌印，您回去休息吧，都守了3日了，身体会熬不住的。这里就交给微臣吧。出去！掌印，滚！
是。芷秋，你最恨我了，没亲手杀了我，你不能死。告诉你，沈征还没有死，就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。你舍不得丢下他一个人吗？你若不带你入宫，那里有最好的药材，最好的太医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掌印，京城有消息传来。讲。掌印，周女官口信说是陛下近日病了，不少朝臣前来探望，恐有串通之嫌。而且这些人都是从前和沈中权关系好的。女官说，定是太后娘娘要背逆掌印。传令，回宫。掌印，娘娘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如今能活下来，全靠娘娘一口气撑着。微臣无能。不要听这些！你那么多药材，无论多珍贵，都给他给我用上！掌印大人，恕老臣直言，在这几月间，娘娘几次落胎，何况娘娘是从小娇养的大小姐呀！玉清哥哥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没让人通报我一声？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是不是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入暖阁一步吗？我只是想早点见到你。你是为了这个女人在凶我吗？玉清哥哥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就走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沈灵子和萧晨之间不清不白，他们合谋想害你。滚出去！掌印，陛下求见掌印。朕近日听闻掌印大败沈征，朕特来恭喜掌印。如果陛下只是来看笑话的，那么现在可以走了。并非如此，朕听闻母后病重，仍旧昏迷不醒。朕警告过陛下，少关心太后娘娘。掌印误会了，朕手里有味奇药，许能救下母后的性命。朕这是想为掌印解忧。这是天山雪莲，100年难得一遇的奇药，朕愿奉与掌印。陛下想要什么？宫中早有流言，掌印想要废君扶立献王。朕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希望掌印给朕留一条生路。张太医，是，看看是否能救娘娘的命。这是天山雪莲，娘娘她有救了。给太后用药。只要陛下乖乖的，臣自然不会废帝。现在，陛下可以走了。裴奇，我再不想见到你，你滚！要见的，不仅今日能见到，以后也要天天见。别碰我！娘娘还是乖一些，就算再恨臣，娘娘也得忍着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把这块肉生嚼了咽下肚子里。咽狗的血，沾染上都让人恶心。掌印，周女官在暖阁等您了，娘娘也该吃药了。知道了。
玉清哥哥，你回来了。跪下，跪下！玉清哥哥，是不是青柳做错了什么，惹你不高兴了？你跟我说，我会改的。为何在仁寿宫纵火？沈灵子如今跟你水火不容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对你的真心吗？为何背着我杀了沈明？这件事与我无关，分明是小孩子自己生性顽劣，入了围场被野兽咬死的，这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？你以为我的手下更听我的，还是更听你的？玉清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，可我也只是想帮你的忙。沈家的人也是你的仇人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又要杀了小玲子，逼她说谎？我没有。过来！你为什么还活着？玉清哥哥，你不要听他瞎说，他肯定被沈灵子收买了，这肯定是沈灵子的奸计。我求过你那么多次，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对你的真心吗？当年你救我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？终究也救过我，我不会拿你怎么样。今后不准踏进暖阁一步。玉清哥哥，我都是为了你，你是被沈灵子蒙蔽了双眼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娘娘，您身子不适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倾诉这么久了，本宫想出来透口气。那奴婢帮娘娘披件衣裳。不用了。我劝娘娘还是不要拒绝的好，免得让臣再下一道禁足令。沈灵子，把头转过来，看着我。我怕我看见你会想杀了你。我恨沈中权，恨沈家，但是我最恨的还是你。如果当年我没有和你定亲，没有想把你娶进门，我裴家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这种人也懂得什么是爱吗？是，我不配，可我原以为我能心安理得的一直恨你，但我没想到你这么蠢，竟然会让沈中权答应那老东西以亲手处置我全家为代价救下我的命，让我去死，也好过让我这般生不如死。裴玉清，所以你就给我好好活着，等我亲手来索你的命。娇娇，如果我说我后悔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我要周青柳和你的命，你能给吗？给不了。那就等本宫亲手来拿。柳太傅是朝堂上声望最高的老臣，有了他的支持，就等于有了半个朝堂的支持。兵权才是最要紧的。现在皇城10万禁军兵权都在裴玉清手里，他想杀我们，岂不易如反掌？所以才需要母后出手相助。禁军杨统领曾在沈老将军麾下效力，若母后能让他上位，那这皇城10万禁军势必会为母后马首是瞻。母后当心！来人，拿套干净的衣裙来。无碍，不用了。您身体尚如此虚弱，若是在朕这里着了凉，裴玉清可不会放过朕。陛下与我相交甚少，却3番2次救本宫的命。如今，陛下受了伤，是我连累了陛下。母后说笑了。儿臣6岁那年，被一群太监欺负，是母后出手救了儿臣。母后不记得也正常。母后只需要记住，儿臣为母后做的事情，皆是心甘情愿。
陛下，交给我的事情。陛下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安危刚刚接到飞鸽传书，裴玉清打算再一次出兵塞外。沈征重伤未愈，看来裴玉清是打算置沈征于死地了。这一次，哀家不会让他伤我兄长半分。明日，哀家会亲自拜会杨副统领。陛下为何要欺骗太后娘娘？裴玉清没有打算对沈征用兵啊。裴玉清既然已经得知裴家灭门的真相，就势必会对母后心怀愧疚，而他的愧疚，就是母后手中最锋利的刀，割的，就是他的命。难怪陛下要我引导小林子查出真相，让沈裴两家的关系万劫不复，这样陛下才好劝说太后娘娘杀敌。裴玉清自以为主导一切，殊不知谋权必先谋定人心。微臣见过娘娘，愿娘娘万福金安。杨统领，杨统领曾是父亲麾下一员老将，自从父亲死后，统领一身的本领都不中用，属实委屈统领了。娘娘，臣绝不相信沈老将军有谋逆之心，可恨臣人微言轻，如今朝中奸人当道，臣无以报得老将军之恩。杨统领，眼下有一除贼平乱的天赐良机，统领可愿同本宫联手？如若能报老将军之恩，微臣愿在所不辞。好，明日就请统领率领手下亲兵埋伏在沈家，本宫会把裴玉清。是，微臣遵命。娇娇，这只簪子你戴一定很好看。我有点想家了，明日掌印可容我回家看一看。娇娇，没有家了，他们都被我杀了。你没家，我也没有家，就留在宫里陪陪我，好不好？还记得沈家后院有一棵老桃树，年少时我们曾在地下埋过盒子，约定好成亲之后拿给对方看。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时候的我给你留了什么吗？好，就一起看看。这只盒子是我给掌印留的，可惜过去这么久了，盒子已经腐朽，绳子也断裂。掌印，这只也挖出来了。好了，退下吧。娘娘，3000金甲已经包围了这里，臣等娘娘下令杀贼。娇娇，这就是你今天叫我来的原因。宫里有10万禁军，本宫不是你的对手，但这是在沈家。裴玉清，今日你下黄泉去陪我父亲吧。杀！快上！娇娇，我说过，我的命，只有我让你取的时候，
你才能取走。给我上！爹，娘，嫂嫂、明儿，娇娇回家来看你们了。娇娇想吃娘做的饺子了。娘娘，裴玉清受伤，好了。速速前往禁军统领府，杀了孙统领，从此你就是10万皇城禁军统领。臣遵旨。宫里还有其他要事，本宫在大殿静候佳音。娘娘，臣这就派人护送你回宫。统领大人，雍王旧部谋反，掌印大人携带3000禁军前去平乱，嘱你再带5万禁军前去支援。这是掌印大人的密函。母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裴玉清没有抓住，他在朝堂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，一旦他回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母后，现在宫门封禁，裴玉清暂时回不来的。来人，在，去，立刻封禁皇城，城中各处张贴通缉令，见到裴玉清，立斩。是。母后，若是如此大张旗鼓，让裴党一脉得到消息，会不会趁机作乱？裴玉清必须死，遇到作乱者，也一并处死。遵命。这京城只有这么大，3000禁军就算挨家挨户的搜，也早该搜到了。况且裴玉清受了伤，总是要找大夫的，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周清柳呢？玉清哥哥，我们现在通过密道出城，应该是安全的。玉清哥哥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看现在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，外面满大街的海捕公文都在追杀你，神令赐下的令。什么令？说你祸乱朝纲，谋逆犯上，几千禁军将京城围得水泄不通，一经发现就地处决。你还笑得出来？我们现在必须赶紧回去了。沈令慈掌着10万禁军，朝中武将也大多听他的。可她是个女人，那些人不会真的听她的。沈家基业100年，早就根深叶茂，就连那个老东西也为之忌惮沈忠全。当年我向朝廷递上沈忠全谋逆的奏折时，那老东西明明不信，却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是天下哪有女子掌权的？沈征带着10万北境军叛国，朝中现在仍有人为他辩护。现在的朝廷早就只知沈家不知帝王了。如果不是我除掉了沈忠全，就算我再谋算10年，难以掌权。我们就这样功亏一篑了吗？可惜啊，沈令慈的心还是不够硬。若是我便会血洗皇城。娘娘，臣已经将整个京城搜了个底朝天，未能发现逆贼裴玉清的踪迹。什么？娘娘，老臣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回收兵权。眼下除了皇城禁军，京城周边的兵力才是最大隐患。裴玉清若是带人打上门来，只怕不好了！裴玉清带兵杀进来了，还带话让太后娘娘出城去见他，不然就血洗皇宫。娘娘，皇城有10万禁军，宫中还有诸位将军坐镇，
裴玉清这是自寻死路啊！可你有想过吗？齐州各营还有15万军士，他们一日便可赶过来，而且这些军备兵符都在裴玉清手中。去告诉裴玉清，本宫去见他。如你所愿，我来了。娘娘难道不觉得惋惜吗？输便是输，你想如何？娘娘难道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吗？输在本宫低估了你。本以为封进了皇城，你就插翅难逃，没想到百密一疏。错，娘娘输在心还不够狠。看见我身后的2个侍卫了吗？现在杀了他们，臣将永无翻身之日了。你的错，不该由他们来承担。那娘娘便会一直输，一直被臣踩在脚下。娘娘也不想臣血洗皇宫吧？那么现在恭迎臣回宫。恭迎长英回宫。小李子，女官，玉清哥哥回来了吗？女官，长英今晚留宿暖阁，有话就讲。太后娘娘也在。明明这次是我救了玉清哥哥，沈灵慈却差点害死他，为什么玉清哥哥还是不肯醒悟？女官，奴才认为，男人嘛，最忍受不了的应该是背叛，女人身体上的背叛。背叛？前阵子雍王那里不是有很多合欢酒吗？你去给我取来，过几日就是陛下生辰。奴才明白了。娘娘真是绝情啊，用完就翻。裴玉清，你要不要脸？要脸有什么用？让娘娘打2下出出气吗？裴玉清，你除了会强人所难，你还会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从此以后不许再踏入暖阁半步吗？玉清哥哥，你我朝夕相伴了这么多年，最难的日子是我陪你走过来的。沈灵慈要杀你的时候，也是我救你的，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那是因为我死了，你也会死。周清流，这么多年来，你3番4次挑拨我与沈令慈之间的关系，隐瞒我裴氏被灭门的真相。我不杀你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仁慈。沈灵慈，你满心满眼都是他，可你杀了他全家，他还会爱你吗？找死！那你就杀了我，死在你手里，总好过死在他手里。走吧，以后别再过来了。玉清哥哥，我那么爱你，你就不能好好看我一眼吗？你就那么喜欢沈灵慈吗？他要的是你的命啊！滚！你也回吧，以后有需要再叫你。母后，坐吧。如今裴玉清再度临朝，我们以后恐怕很难有机会了。那可未必。裴玉清既然没有杀那些大臣，那我们在朝中还有1半的势力。至于兵权，我们可以徐徐图之。陛下看起来志在必得的样子。朕相信母后。天色已晚，朕该回去了。等等，听说明日是陛下的生辰。是。不过，朕只是一个傀儡皇帝，像这样的小事，
没人会在意。难道从来没有人问陛下庆生？没有。如果明日陛下方便的话，可来本宫这里吃一碗长寿面。好。娘娘，陛下还没来呢，您怎么就喝了这么多？盼儿，往年我的生辰，爹娘、嫂嫂、兄长，还有明儿都会陪着我。可今年的生辰，我却只收到了兄长的断臂，爹娘也都不在了。娘娘，咱们一定能等到大公子回来的那一天。你还要为沈家平反呢。老爷一生为国征战，最后可不能带着一身污名离去。对，我还要为沈家平反。只有成为权力最高的那个人，我才能做到。裴玉清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母后，白日被人盯得紧，只好晚上过来了。母后，您还是少饮一些吧，您身体本就不适。陛下来了，快坐，陛下。这碗长寿面是本宫亲自做的，陛下你尝尝。哀家娘亲也会在哀家生辰的时候给哀家做长寿面。母后，这是朕吃过最好吃的面，朕很喜欢。再上一壶酒。母后，您还是少饮一些吧。合欢酒下肚，到时候就真够你们喝一壶了。掌印，陛下今夜去了人民殿，行动隐秘的很，若不是盯得紧，差点发现不了。深夜去了人民殿？是，听说今日是陛下的寿辰。既是陛下的寿辰，那自然要去贺寿了。母后，你喝醉了。裴玉清，你回来了。母后，若朕能年长几岁，换个身份遇见你，是否也能陪伴你那些年？掌印这么晚了，还来看望母后？别以为他护着你，我就不敢杀了你。掌印，朕就是再蠢，也不会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对他做什么。滚出去！母后身体欠安，就有劳掌印照顾了。
来人，传张太医。周清柳，合欢伞的事情是你做的吗？是又怎么样？果然是你，周清柳，你不怕死吗？你以为玉清哥哥知道是你保下他的命，他就不会向你复仇了吗？他不过是在忌惮沈征，等沈征死的那一天，就是你下地狱的时候。这里是皇宫，你不过就是个执掌司礼监的女官，无权无势。现在连裴玉清都不帮你了，你拿什么让本宫下地狱？你敢打我？周清柳，裴玉清不过是个宦官，只要江山不易主，本宫永远都是太后，而你只有匍匐在本宫脚下的份儿。如今娘娘身后有半朝文官支持，杨统领还未被撤职，禁军也有一半的人马为您马首是瞻。他周清柳算什么？周清柳此人又贪又蠢，偏偏和裴玉清有非同一般的关系。他犯了错，就等于裴玉清犯了错。沈令慈算什么东西，也敢骑到我头上来？可惜玉清哥哥没有那野心，不然这天下该是他的。女官慎言呢，现在后宫中人人都倒向太后，掌印又纵任太后娘娘临朝听政，咱们无权无势的，只能忍气吞声呀。兵符，只要有了兵权，我调动大军打下皇城，到时候玉清哥哥龙袍加身，也不得不做皇帝。女官，咱们都是女子，怎么能够带兵打仗呢？只怕会坏事吧。沈令慈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不行，我不能将兵符全部拿走，要不然玉清哥哥一点兵权都没有，会有很大的危险。掌印，您回来了，奴才让人传膳。掌印，今日边关传来消息，说是沈征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而且近日边关又有兵马调动，您看咱们是不是派人迎战？传令下去，让张将军领兵去前线迎敌，切记只可守城，不可伤及沈征性命。张将军可是您的心腹重臣，若此时派出去，恐怕朝堂之上会有人起不该起的心思。传令便好。今日有谁来过？并未有人来过。只拿走了一块，却并未全部拿走。掌印饶命，奴才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敢擅闯暖阁。是陛下，还是去人民殿？娘娘，沈令慈，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？什么意思？背叛。我可以忍受你背后的谋算，可我绝对不允许你背叛我。本宫如何做，才可成为背叛的？比如拿我的东西去送给别的男人。看来掌印是有东西丢了。娘娘可真是成长了，就在臣面前，臣也看不懂娘娘想要什么了。本宫是在想，掌印你想不想登基称帝？如果臣还可以选的话，臣愿意做一个普通百姓，田间种地，林间打猎足矣。娘娘呢？本宫想君临天下，为沈家正名，为朝廷除贼。
掌印，不好了！说。掌印，城门侍卫来报，说周女官带着兵符连夜出城了。裴玉琪，这一次该你选了。娘娘早些安歇，臣改日再过来请安。母后，此处防守甚是薄弱，我们若是能从这里进攻，此战必胜无疑。陛下，太后娘娘，齐州营8万兵马异动，正朝京城而来。本宫会想办法拖住裴玉琪，不让周清柳与他里应外合。宫外就拜托陛下安排了。母后放心，朕自会保母后无忧。怎么是他拿了兵符？掌印，周女官她领8万齐州营军士向京城而来，这可是明目张胆的谋逆啊！若是失败，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若是篡位谋权如此简单，只需要区8万兵马，那些封地的王爷不早就打到京城来了？真是愚蠢！那咱们需不需要帮帮周女官？掌印，方才人民殿人来报，说是太后娘娘听闻周女官率军打到京城来，病倒了。什么？太后到底怎么了？启禀掌印，太后娘娘身体本就不好，今日突闻噩耗，只怕难以支撑。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她？城外三朝山悬崖上有一株千年灵芝，听说对医治娘娘的身体有奇效，只是悬崖峭壁，危险万分，目前还无人能采下。照顾好娘娘，3日之内，我便将灵芝带回。掌印从前可没这么好骗，只怕是关心则乱了。陛下，太后娘娘，齐州营的兵马已经到了京城外，他们兵分4路，京城4门都有敌兵。这个周清柳真是愚蠢，本来兵力就不足，还敢分兵。没想到啊，裴玉清机关算尽，最后竟会败在周清柳手上。娘娘，陛下，让臣出去迎战他们吧。好，本宫命你活捉周清柳，其余投降将士，陛下一律不杀。是，臣领命。刘太傅，一场兵乱下来，难免有伤亡，阵亡将士以及百姓抚恤的事情就交给您了。娘娘宅心仁厚，老臣自当为娘娘分忧。陛下为何这样看本宫？没有，朕只是觉得这天下很难再有像母后这样坚韧聪慧的女子。陛下是不是担心裴玉清死后，本宫垂帘听政，陛下还是得不到实权？母后说笑了，若是换做旁人，朕自然不会允许。可若是母后，朕愿为母后俯首。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小了，看来是该结束了。周清柳，你有野心也够狠，可惜就是没脑子。现在可以去天牢等死了。玉清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走。掌印回来了，
3日奔波，辛苦掌印了。你在骗我，用你的命来骗我。不这样的话，我怎么赢？裴玉琪，如果你当初对本宫也有一丝这样的心软，我们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当真不再给我留一丝余地了吗？你当初给本宫留过一丝余地吗？你对沈家赶尽杀绝，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沈令慈早就死了，被你亲手杀死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真相？我初入宫中饱受凌辱的时候，我有想过，哪怕你来看看我，哪怕你托人给我送口信，我也就原谅沈家了。这么些年，你怎么知道本宫未曾私下看过你？错了，娇娇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如何一选，从来没有被你救过。说再多都已经晚了。周青柳谋逆，世人皆知他是你的人。现在你来选，是要他生，还是让他死？来人，送去给张太医，太后娘娘服用。周清流，我带走。毕竟他救过我的命，就算我再欠你一次。玉清哥哥，你罚我吧，你打我也好，我都认了。明明你比那个萧慎好那么多，凭什么他一个贱婢之子能做皇帝，而你出身世家却只能做宦官？周清流，我能做的就是保你最后一次。倘若日后你再犯蠢，我就亲手杀了你。玉清哥哥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懂？只要你做了皇帝，天下都是你的。他是不会称帝的。裴家世代清明，纵使裴家满门冤死，一旦他称帝，裴家就会坐实这个罪名。你胡说什么？玉清哥哥才不在乎这些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他。娘娘来的可真早。周青柳谋逆，犯的是诛灭九族的大罪，不是你一句话就能保得下来的。如果我一定要保，娘娘又当如何？那就要看掌印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了。不惜代价，不计后果。为这样一个人，我和玉清哥哥相伴多年，他当然会救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出去。请娘娘替臣把这手绳修好。没有必要修好了吧？倘若臣用禁军的兵权来交换呢？裴玉琪，齐州营的兵权已经被我收回了。你若再是这手里的最后5万禁军，我想杀你，岂不易如反掌？所以，这对娘娘百利而无一害。有些东西能修好，而有些东西就再也修不好了。母后请看，此地地势甚高，若我们能在这里安营扎寨，那我们的胜算将会大大提升。陛下，太后娘娘，掌印来了。
掌印大人怎么亲自来书房了？臣答应娘娘的。现在5万禁军交于娘娘手中。杨统领，拿着虎符去接管禁军，如遇顽抗，杀无赦；副将级以上将领，杀无赦。是。掌印不会后悔吧？本宫这次不会再心软。娘娘做得很好，臣也就放心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娘娘，臣晚些再去拜会娘娘，可否让臣和陛下说2句？裴玉清，这局棋你输了。那也是我愿意输。臣这次来就是警告陛下，如若来日臣不在了，陛下要是敢欺负太后，臣也有办法让你去见先帝。掌印，娘娘在里间。你同陛下说什么了？娘娘这么在意陛下吗？裴玉清，你交了兵权，又失了人心，现在的你，拿什么跟本宫争？臣不争了。臣这条命本来就是娘娘保下来的，自然要还给娘娘。臣心甘情愿。就算你一心求死，本宫也不会心软。何必心软？臣只是希望，日后娘娘君临天下之时，娘娘可以把臣的尸骨埋在皇陵外，让臣替娘娘守灵。你这算是在留遗言吗？算是吧。这是什么？就算是娘娘您来年的生辰礼吧。天色不早了，臣告退。玉清哥哥既然将禁军兵权全交给了沈令慈，那以后沈令慈杀我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女官快别哭了，掌印哪里是不在乎您？这次兵变之事，满朝文武都嚷着要杀了您，就连掌印手下之人都在劝掌印断臂自保，掌印不还是誓死护着您？也是，玉清哥哥只是在生我的气罢了，都怪我不好，连累了他。女官没事，以掌印的谋算，肯定不会输给沈令慈的，您就别自责了。不行，我要帮玉清哥哥。你去，将宫里陛下与沈令慈的风言风语传出去，最好传得满朝皆知。是。陛下，眼下您和太后娘娘之间的流言传得满城皆知，对我们可是大大不利。这个裴玉清竟然想出这么阴损的手段，正是想要逼朕和母后退位。什么事啊？惹陛下发这么大的火？母后，娘娘，裴党一伙人攻坚您和陛下，眼下京城百姓物议沸然，都要请娘娘您退位呀。这种小手段可不像裴玉清能想得出来的。能煽动裴玉清手下人做事的，除了周清流，没有别人。周清流罢了，这些无稽之谈，听着本宫就觉得头疼。那母后就不要为这样的事烦心了。母后身体本就不适，
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也好。那老臣也告退了。陛下，要属下去解决这件事吗？去，把周青柳做掉，手脚干净一些。是。你怎么躺这儿？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救命啊！掌印，是昨天晚上的事。周女官的尸体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扔到了公道上。奴才一定去查清楚，查出谁是幕后黑手。不必了，找个好点的棺材下葬吧。是。昨晚太后娘娘可出人民殿？并未。听说昨晚太后娘娘去了御书房，回来就身体不适，宣了张太医看病。病了？去看看。是。母后，今早周青柳的事情，您可知道？陛下此举有些莽撞了。杀了周青柳，裴玉清必定会报复。朕早就说过，朕愿做母后手里最锋利的那把刀，只要是母后想要的，朕都愿意捧给母后。陛下的孝心可真是感天动地啊！陛下先回去吧，本宫这儿有人照看。那好，那儿臣改日再来看望母后。娘娘刚才在怕什么？怕臣杀了陛下吗？没什么可怕的，杀了陛下你也活不了，朝中没有了陛下，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个皇帝。长进不小啊，这叫能做皇帝的人很多。齐王膝下有个儿子，聪慧乖巧，娘娘无事可以接回宫里养着。你什么意思？娘娘应该也知道现在外面的流言了，这对娘娘的声名有很大影响。声名？本宫那点声名，不都败在掌印手里了？所以啊，只有臣和陛下都死了，那么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诟病娘娘了。裴玉清，你的命，本宫迟早有一日会拿下的，但却非现在。娘娘也会舍不得臣死吗？当然不是。娘娘刚才犹豫了，有这一丝犹豫，臣满足了。从此以后，娘娘便是这万人之上，再也没有人能左右娘娘的选择了。等一切结束之后，坐拥天下也好，回归田园也罢，一切遵循本心就好。盼儿，娘娘有何吩咐？传令杨统领，封禁皇城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今夜之内，务必斩除裴玉清所有眼线。明日，围剿裴玉清。掌印怎么一个人在这饮酒？天冷了，喝杯参茶暖暖身子。无妨，奴才心里明白，女官走了，掌印心中难受。也许吧。也许将暖阁的人全都遣走，你也走，起码能捡一条性命。奴才不走，掌印对奴才有救命之恩，愿生死相随。
爹、娘、大哥、小梅，咱们一家终于能团聚了。爹，孩儿为您报仇了。可惜孩儿只是一介宦官，没能为裴家平反昭雪。孩儿告罪。裴玉清，我等奉太后之命前来捉拿你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以后的路，臣已经为娘娘铺好了，往后春光灿烂，娘娘千万珍重。带走，押入天牢候审。请吧。裴伯伯，令子会为裴家昭雪，也会为沈家昭雪。陛下，娘娘，裴玉清及其党羽均已捉拿，现下如何处理？裴党一脉，自然杀无赦。裴党之流，若有作奸犯科者，杀无赦；若只是立场不同，调查清楚，革职便好。只是那裴玉清何时处死？他若不死，难堵天下悠悠众口啊！先让人审查罪名。另外，柳太傅，裴家与沈家谋逆之事，劳烦您召集三司会审，一定要还原当年真相。无论裴玉清做过什么事，都与裴家无关。娘娘，此言何意？将裴玉清从裴氏族谱中剔除。既然母后都这么说了，柳太傅就这样办吧。是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，陛下年岁渐长，如今朝局已稳定，是时候该为陛下立后选妃了。是啊，陛下，为了江山永固，得有贤后扶持你，才能好好治理江山呐。这是母后您的意思，还是诸位大臣们的意思？陛下，这是众望所归。柳太傅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。老臣遵旨。母后，您为何突然要为朕立后啊？陛下为何不愿立后呢？朕只是觉得时间未到。陛下请放心，本宫会亲自为陛下选妃。陛下，朝中重臣似乎更倒向于太后，而并非陛下您。太后娘娘是否有取位自立的打算？臣女见过太后娘娘，见过陛下。娘娘，陛下，这是礼部宋尚书的嫡女宋娇，在京城众世家小姐中颇具才名。本宫在未进宫之前与宋小姐见过一次，性格温和，品性高洁。陛下觉得如何？刚才说你叫宋娇，什么娇？臣女名出自谁家更有黄金屋，深锁东风住阿娇。母后，儿臣觉得极好。那便好，看了一上午了，本宫也有点困了，都退下吧。
谁家更有黄金屋？深锁东风住阿娇。陛下这画的是宋小姐吗？看来陛下对宋小姐很是满意。娇娇是母后的乳名，任旁人再想，也比不上她。陛下，恕属下直言，现在正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，切不可让人知晓陛下对娘娘的心思呀。母后要朕娶旁人，朕自然是不会娶的。至于那个宋小姐，你去帮朕处理了，记住，别伤性命，吓一下就行了。是。娘娘，方才下面传话说，宋小姐的马车在回程途中惊了马，马车侧翻，宋小姐不慎摔断了腿，且要休养几月呢。派几个人盯着点陛下。娘娘这是怀疑陛下。盼儿，你要记住，只有身边人的算计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很了解一个人。是，奴婢谨记。娘娘，这是今日书房伺候的奴才送你的画像。这是陛下的手笔。是，陛下的书房中还有许多娘娘您的画像，这只是其中一幅。好一副金屋藏娇图。看来传闻所言不虚，陛下对您的心思实在是深沉的可怕。裴玉清怎么样了？还在田牢中关押着，没有您的吩咐，未曾有人妄动。是时候该去见见他了。几日不见，掌印大人神采依旧。臣还以为娘娘不会再来看望臣了。裴玉清，念在往日情分上，本宫已经下旨让人彻查裴家谋逆之事。不过，本宫会把你的名字从裴氏族谱中剔除，往后的万事骂名，都只有你一个人背负。娘娘，果然是最懂臣之，臣感激不尽。裴玉清，就算你后悔了，弥补了，本宫也不会原谅你的。我不需要你的原谅，你最好一辈子都恨我。反正100年之后，黄土白骨，爱恨成灰。也好。这是柳太傅罗列出来的你的8条大罪。你看看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染指太后不应该被公众于世，这子非臣的罪名，臣不认。裴玉清，若你死后有人效仿你，本宫却不能杀了他，该如何处理？臣会为娘娘除掉陛下，至于弑君的骂名，臣来替娘娘背。这是慢性毒药，无色无味，连续喝上3次，3个月后便会体虚而亡，查不出任何迹象。好，这是掌印最后的吩咐，以后请张太医务必精心调理太后娘娘的身体，那是自然。陛下，这是南燕国进贡上来的燕窝，膳房那边刚做好了，给您上来，您尝尝。味道果真好极了，去，叫人送一些给人民殿。是。万事都已尘埃落定，兄长终于能从边疆回来了，
太好了，娘娘，您与大公子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可惜我没能保护好明儿，母亲嫂嫂也不知道兄长会不会怪哀家。娘娘，您吃了这么多苦，大公子怎忍心苛责娘娘？只是大公子铁定是恨极了掌印，若是他回来，一定会想要杀了掌印的。娘娘，您真的会任由掌印被大公子杀了吗？柳太傅到，请进来吧。启禀太后娘娘，裴玉清罪状已坐实，请娘娘下旨处死裴玉清。这件事情过些日子再说吧。最近朝中事务繁多，还要为陛下选妃。娘娘，裴玉清一日不死，朝堂一日不安。柳太傅，娘娘近日旧疾复发，身体不太好。沈将军马上就要从边关回来了，此事不如等沈将军回来一同商议。也是，既然沈将军不日还朝，确实也应该等他回来一起商议。如此，臣等也就放心了。柳太傅若无其他事情，便退下吧。老臣告退。盼儿，你说，我连做梦都想杀了裴玉清，为父亲报仇，怎么现在却难以真正杀了他？盼儿理解娘娘的，若非先皇设计陷害裴家，娘娘您与掌印原本也是一世恩爱夫妻的，可惜命运弄人，掌印想必也从未想要真的杀了娘娘。可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会杀了他，一定会杀了他。哎，你们看，是裴沈两家谋逆大案的公告，以及裴烟狗的认罪告示，我就知道裴相和沈老将军一世忠良，怎么可能谋逆？是，都是被奸佞所害。之前不是说裴狗8大罪状，如今怎么只剩7条？就是啊，对呀，怎么只剩7条？祸乱后宫一条，裴狗不认。他一个太监，怎么可能真的与太后娘娘有什么？肯定是为了败坏太后的名声。裴狗不死，天下难！裴狗不死，天下难！裴狗不死，天下难！娘娘，陛下听闻您身体不适来看您了，眼下正在殿外呢。就是哀家要休息了，不见。娘娘，恕奴婢直言，您与陛下之间流言四起，日后或许会给您带来麻烦。放心吧，自然会有人替哀家处理这个麻烦。听说齐王病重了，膝下有一子，正好本宫膝下无子，便可借来养着。是，娘娘。陛下，太后娘娘的身体有张太医调理，您不必忧心。朕并非忧心，朕只是觉得母后对朕的态度跟从前不一样。娘娘毕竟是女子，女子的名声重要。况且沈将军马上就要从边关回来了，陛下切不可给沈将军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沈征手握重兵，裴玉清一倒，以后整个朝廷就要偏向沈家了。陛下是否多虑了？沈将军忠心报国，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母后再怎么样，只是一个女子，况且她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，任她权势滔天也无妨。只是沈征，他若想犯，随时都可以犯。陛下的意思是，除掉沈征。如若太后娘娘知道这件事情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就做得隐秘一点，别让任何人知道。是。裴玉清，本宫兄长明日便会回来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无妨，只要还能看看娘娘，臣便知足了。
沈令子，听人说，皇城后山有一座万佛寺，里面的菩萨很灵验，只要去求佛的人心够诚，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。你不是一个会信神佛之人。娇娇，乖一点，我不想弄疼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是天牢。哪怕是现在，只要我想走，臣就能直接从这里出去。所以，娘娘疼疼臣吧，臣会听话的。弑君之事也会听话。当然。娘娘最好不要忘记臣，臣下辈子再来找娘娘。臣欠你的，下辈子再还。兄长怎么还没到？不是说今日一早便会到吗？娘娘您别急，大公子若是到了，肯定也是先往人民殿来看您的。太后娘娘，沈将军求见娘娘。快传兄长。是。兄长，好久没有见到兄长了。别难过了，你都是太后了，会被笑话的。兄长，都怪我一时仁慈，害了全家。如今宁儿也没了，是我愧对兄长。娇娇，这都怪不到你头上，是裴玉清狼心狗肺，不分黑白，兄长不会怪你的。我只要杀了裴玉清，为沈家报仇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不好了！裴玉清打晕一族逃了。传令杨统领，让他亲自率人去找，务必把人给我抓回来。是。过几日宴请沈征的事情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陛下。陛下，裴玉清。裴玉清，你竟然逃出来了，还敢到朕这里来，找死！我看找死的是陛下才对。裴玉清，你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，还想拿捏朕不成吗？你的命早在我手中了。裴玉清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也配同我说话？掌印到这儿来，究竟想做什么？我猜的果然没错，陛下果然想杀沈征，果然是那老东西的主意，一样的多疑。沈忠权当年亲手杀害裴家满门，朕这么做，不也是为掌印报仇吗？照陛下所言，是知道当年沈忠权杀我裴家的内情了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臣除掉沈家。掌印果然是聪明人，可惜沈征没死，最后还是得朕亲自动手。陛下知道，臣在掌权之时会扶植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，然后陛下便眼睁睁地看着臣除掉了权势滔天的沈家，然后又利用臣与太后的感情除掉臣，真是一箭三雕，也出好算计。掌印想杀朕吗？杀了朕，你就绝不可能从这里走出去。小慎，我杀你，如同碾死一只蚂蚁。我奉劝你不要动沈征，不然我会让你死在前面。
陛下，传话，快去追！是。奴才誓死追随掌印大人。不必了，以后不必跟着我了。掌印大人，以后太后娘娘是你的新主子。掌印大人保重，奴才一定效忠太后娘娘。我这一生不信神佛，此来求佛不为庶卿罪孽，只愿八方神佛保佑他往后身体康健，长寿无疾。娘娘，将军，裴玉清找到了，在万佛山顶。摆下万佛山。是。沈征，现在的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娇娇，你过来。燕口，你还想对我的妹妹做什么？兄长，我与他总得做个了断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我给你求的平安符，法师说了，有了此符，定可保你一生平安。你就为了这个？你从前都不信这些。娇娇，我现在已经不能给你想要的了，我能做的就是给你我力所能及的。娇娇，跟他废话什么？杀了他给爹娘报仇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死了，你一定要注意修身。他的书房里有你诸多画像，这些一旦被外人知道，纵使以后万世史书都洗不尽你的清白。他和他的生父一样多疑，他要杀沈征。就用我的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沈灵子，别犹豫，快动手！娇娇，你在犹豫什么？他是我们的仇人。裴玉清，你我走到现在这个地步，谁也怨不得。从此，我们各自殊途。河山大好，娘娘万福。娇娇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兄长，娇娇，你可醒了？娘娘，兄长，裴玉清呢？死了，被我挂在城头示众了。兄长，你找人给他换身衣服，下葬。我知道你恨他，可我们不能一辈子活在仇恨里。从此沈家便只有你我了。听你的，你要好生休养着。过几日陛下设有大宴，刚除去裴玉清，又是当朝太后，定是要露面。那你好生休养，我先回家整治府邸。好，盼儿，陪我出去一趟。奴才参见太后娘娘。怎么，就你一个人？掌印之前让奴才遣散了暖阁所有人，只留下奴才给掌印处理身后事。不必麻烦，让人火化吧。奴才求太后娘娘给掌印留个全尸吧。掌印全家死绝，出入皇宫时被人泼粪水，顶着粪水擦一夜的地板，被皮捡过烧水里的馒头充饥，日日夜夜挨打。他也从未怨过娘娘一句。掌印被人折磨得快死之时，唯独希望娘娘能看他一眼，哪怕托人带句话也好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娘娘像是忘了他这个人一样，
他在如此怨恨娘娘啊！住嘴！娘娘，并非是本宫不愿给他留下权势，只是他被困在宫里太久了，死后便让他自由些。你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吧？裴玉清，此生恩怨，此生了断，来世不介意。此生缘断，辜负深情，情丝还玉清，来世不相违。小姐，怎么样，弟弟答应了吗？答应了。老爷说下月16下定，将您许配给裴二公子裴玉清，则即日成亲。真的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在前厅陪父亲喝茶吗？路上给你买的。你说你喜欢，沈伯伯又不让你吃，我就偷偷给你带了一根。我怕捂坏了，就借机溜出来先送给你。那我下次还要吃。我都给你买，就是不能吃多了，吃多了不好。好吧。雨清，哎，来了，悄悄，你等我，下次我就来娶你，你等我啊！娘娘，你醒了，盼儿给您梳妆吧。陛下来给娘娘请安了。盼儿，本宫想吃糖葫芦了。娘娘怎么了？咱们都好些年没想着要吃这个了。从前老爷可都不许娘娘吃这个，说是会坏牙。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吃。好，那奴婢马上让人去买。娘娘，奴婢看您的眼睛还肿着，奴婢去拿块帕子给您敷一敷吧。不必了，不碍事。母后，裴玉清已死，明日朕会宴请朝臣，请母后务必要来。只是不知道母后的身体可好些了？还好。陛下，这是何意？母后，给你的。心里苦的时候，吃颗糖就没那么苦了。京城现在对我和陛下流言纷纷，以后还请陛下注意些。母后很在意吗？陛下不在意吗？这世上的历史皆是由胜利者书写，不用管旁人如何看。陛下，本宫扶植的皇帝一定会是个敬畏人言的好皇帝。母后这是何意？没什么，等大宴结束后，本宫再与陛下喝茶。儿臣恭送母后。陛下在想什么？朕在想，既然那日裴玉清已经知道朕对母后的心思，为何不杀了朕？柳太傅，这可是赴宴，承蒙皇上宴请百官，这是我等的荣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堂堂皇宫大院，居然有人行刺护国大臣！如何？还没审出来吗？娘娘，刺客只说是裴掌印死前吩咐的，
而后咬舌自尽了。裴玉清的人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兄长，不是裴玉清，是有人指示那个小太监这么干的，就是为了让天下人认为这件事是裴玉清干的。不是他，那能是谁？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对沈家、对兄长不利。怎么样，都处理干净了吗？处理了，不过恐怕太后娘娘不会相信刺杀沈征之事是裴玉清指使的。只要沈征一死，沈家便没有了威胁。就算母后怀疑，沈征也非死不可。陛下近日可是身体不适，属下去请太医。不必了，前几日已经让太医看过了，朕只是有些风寒，没什么大事。是。陛下，太后娘娘来看您了。母后不是身体不适吗？怎么亲自前来？也没有什么大事，之前说给陛下选妃立后，无奈宋姑娘受伤了，如今还在休养，是想问问陛下，可否还有其他中意的女子？朕从未想过现在立后，不如再等一等，宋小姐的腿伤，养一养也就好了。母后，陛下不想解释一下吗？看来裴玉清死前和母后说了许多呀，母后都看见了。这就是朕的心思。朕是天子，这天下还有母后，都会是朕的。朕从前只能一步步图谋，可如今不一样了，朕是真正的天子。母后，你大可以换一个身份，忘记过去，和朕有一个新的开始。等陛下成为第二个裴玉清，能将本宫随意踩在脚下的时候，本宫自然就不得不听陛下的。母后，那萧慎简直不知好歹，若非沈家，他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现在一朝掌权，便想兔死狗烹，还想染指他的母后，真是畜生！兄长不必生气，他想要萧权，想要兵符，给他便是。毕竟他是天子。我知道，可他若是只是想要削弱沈家，我也认了。但他想要的是你啊！难道我们为了一个忠君的名声，就要任他宰割吗？兄长，萧家子孙都能称帝，姓萧的不止他一个，百姓并不需要一个无视纲常礼法的皇帝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？不可！弑君乃是大罪，爹当初情愿蒙冤惨死，也不愿做反臣，你我岂能违抗父命？兄长想多了，沈家世代忠良，自古以来就没有背主逆君之人。娘娘，昨夜齐王没了，齐王府只留下了一个6岁的小世子。这孩子怪可怜的，过几日接进宫来，哀家亲自教养。是。太医，陛下这是怎么了？陛下身体如此虚弱，只怕是年寿不久了呀。好死了！朕的身体一向是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如此？陛下的现状就如同当初的先帝一样啊！同先帝一样啊！当初先帝暴毙，臣本就心存疑虑，没想到陛下也……这分明就是裴玉清那阉狗下的毒手啊！裴玉清，难怪那一日他明知道朕
全部杀朕！奸贼！陛下，不宜动怒啊！太医，陛下的身体难道无药可医吗？陛下，臣无能啊！滚！都给朕滚出去！陛下，没想到，朕最后还是败在了裴玉清这阉狗的手中。安逸，朕不甘心，朕不甘心。陛下，属下去找药，去请最好的大夫，一定可以治好您的。裴玉清想杀朕的方法有千万种，为什么非要选择下毒？还是跟毒死父皇是同一种毒药？他是生怕天下人不知道，是他想弑君吗？陛下，会不会裴玉清就是想要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是他干的？娘娘，这就是齐王之子萧玉。玉儿拜见皇祖母。玉儿乖，过来。玉儿，以后跟皇祖母住在这里好不好？好。娘娘，奴婢方才来的路上，听说陛下病了。玉儿，你皇叔父病了，跟祖母去看看他。好。陛下的病情怎么愈发严重啊？我似乎并不感到意外。玉儿，来拜见你皇叔父。玉儿拜见皇叔父。母后，这是从哪儿抱来的孩子？前几日齐王病逝，齐王妃也跟着殉情。本宫看着孩子可怜，便留在本宫身边，自己抚养。这就是你选立的新君吗？陛下不要多想，陛下还年轻，多休息几日便是。玉儿，咱们改日再来见过皇叔父。是，皇叔父，玉儿告退。走吧。原来，朕并非败在了裴玉清的手中，而是败在了沈灵慈。朕终究还是小瞧了你的心思。母后，你为何到最后都不肯站在朕这一边？陛下，宫墙里的人都是会变的。本宫同陛下的交易，只是扳倒裴玉清，并无其他。可是，朕对母后初心未改。深宫里，只有拥有绝对的权力，才能保护自己。往后，陛下或者其他什么人，都休想再践踏本宫的命运。朕明白了，是你暗示裴玉清害朕。为什么，母后？为什么？娇娇。
陛下又在说胡话了。陛下放心，玉儿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聪慧的君主。陛下明天啦！太后娘娘驾到，陛下驾到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娘娘，太后万福金安。众卿平身。